處高級聯絡主任陳華謙先生。大廈維修及裝修業技能提升計劃行業小組召集人蔡振華先生，同埋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吳兆基先生。咁多位嘉賓請坐。2008技能提升魯班獎係由大廈維修及裝修業技能提升計劃嘅行業小組構思出嚟嘅，目的係為咗發揚魯班精神，同埋表揚一啲兼具良好職業操守、安全意識同埋施工技術嘅學員。咁啊，今日呢個天啊真係好啦！非常感謝魯班先師啊，演繹。好，多謝各位。再加上我哋魯班老師嘅顧戀，所以我哋咧一定係有好嘅天氣咧，俾我哋舉行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嘅。喂，老豆。做咩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提名參賽嘅，恭喜晒！恭喜晒幾位學員，請幾位上前同蔡生合照。唔該晒，蔡生請坐。丁魯班獎至尊大獎得獎嘅得獎者係黎浩年，係老賢係咪？係老賢。唔該，黎生呢係油漆工藝組別嘅冠軍嚟嘅。黎生修讀完技能提升課程之後，能夠學以致用，得到上司、同事同埋客戶嘅讚許。同時，黎生嘅進修意識亦都非常之強。佢去年都曾經參加魯班獎，得到泥水工藝組別嘅亞軍。今年得獎可以話係實至名歸。黎生會額外得到現金獎1500蚊同至尊大獎獎杯嘅。唔該晒何生。跟住我哋會頒發今年新增嘅職業安全大獎。多謝晒咁多位，今日梗係啦。喂，嗰邊一個埋嚟，快啲！特別你睇到嗰啲咧，好似着僭建嘅，用原來嘅石屎咧，個結構唔係一起呵成嗰啲咧，更加要小心。